迎收睇《衞生時尚坊》。嗱，而家嘅社會上咧有好多被稱為 kidult 嘅成年人㗎，咁佢哋童心未泯，咁對於玩具收藏啊，同埋其他啲好玩嘅事物咧，都具有濃厚嘅興趣㗎。咁亦都好願意花費金錢同時間喺佢哋嘅嗜好之上㗎噃。嗱，今晚咧就準備帶大家睇下其中一啲佢哋較為喜歡嘅玩意。每逢漫畫節、電玩節，除咗一大班嘅 fans 到嚟捧場之外咧，亦都係一班扮演漫畫、電影甚至係電玩人物嘅 cosplayer。大家又估唔估到佢哋又扮演緊邊一個呢？神風怪盜星燈裏面兩隻天使。嗱，要令到人一眼就認得出到底係扮演緊咩角色，一套合適嘅戲服就當然係功不可沒啦。不過扮演者亦都要了解到角色嘅性格、動作，先至可以將人物嘅神髓做出嚟。喺今年所舉辦嘅 Comic World 香港，就雲集咗唔同嘅 cosplay 單位，其中一隊嘅組合就有成16位嘅美少女，稍後就會以公主同埋美國電影女英姿嘅造型出場。為咗以最好嘅狀態示人，呢一班嘅女仔就要喺表演前2至3個鐘頭到場預備啦。越接近表演嘅時間，後台嘅氣氛就越緊張，特別係佢哋嘅領隊阿坡。雖然今次咧佢就冇粉墨登場，但係一陣間所出場嘅服飾，其實亦都係佢所買或者係租翻嚟嘅。其實 cosplay 嘅文化咧，其實最開心就係可以將電影裏邊開心呢個大嘅人物咧，可以一次過帶俾觀眾。即係我自己中意，其實都成5、6年㗎啦。但真正開始其實近呢2年，同好幾個好朋友組埋一齊咧，就 form 咗我自己一隊銀河電影帝國，盡量係將啲電影經典人物咧，將用個真人嘅現身嘅方法帶俾觀眾。我自己好開心，觀眾睇得好開心。令人引頸以待嘅一眾美少女終於出場啦！公主嘅優雅可愛，加上咗女英姿骨子裏嘅性感，呢一份嘅氣勢當然引來全場嘅注目啦！各位 cosplayer 身上嘅公主服，其實係阿坡參考咗童話故事裡面各個公主嘅造型，衣飾就滲透住一份超越時間嘅宮廷味道。不過同時咧就用上咗晚禮服嘅元素，就好似將時裝同埋 cosplay 做一次 crossover。對於呢一次嘅表演，其實有部分嘅 cosplayer 本身就係兼職模特兒，模特兒嘅工作就係要表現自己嘅風格，但係 cosplay 就要去模仿啦。而扮演蝙蝠女嘅 Denise 玩過一次之後，就中意咗呢一種嘅玩意啦。其實我第一次玩就係舊年嘅7月漫畫節，咁由嗰次開始之後一直都有參與呢個 cosplay 咯。咁今日我覺得幾開心，因為美國漫畫人物我自己都好中意。其實最主要係可以做一啲唔係現實生活做到嘅嘢咯，譬如話例如做 bad girl 咁樣啦，佢哋喺戲入邊可能係有超能力啊、識飛啊，咁我哋唔會噶嘛。細細個開始會有種幻想，譬如話做公主都係一樣咯。做 cosplay 會有一種可能叫彌補啦，叫做真係幾享受嘅。現時一眾 cosplayer 就為咗個人嘅興趣去模仿虛擬人物，其實角色扮演係源自同人誌織秀會裏面，為咗吸引人嚟參觀自己嘅攤位，於是就揾人打扮成唔同嘅動畫、漫畫人物。cosplay 嘅變化其實相當之大，今次嘅漫畫展上面就將虛擬人物帶到嚟現實嘅世界，仲有模仿日本嘅著名組合魔靈娘，現實同埋虛擬嘅人物仔仔一堂，真係非常之熱鬧啊！能夠將自己嘅嗜好同人分享，其實都係一種快樂嚟㗎。好啦，今集節目時間又夠啦，聽晚衞生時尚坊再見啦！香港雖然冇設滑，但係竟然有個室內滑雪訓練場，聽晚帶你一場室內滑雪感受。